Konnichiwa Mina，我係桃子 Inu， 又到咗1年1度嘅香港動漫電玩節時間啦。桃子本來準備緊其他嘅影片嘅，但係期間又經歷過5日黃金周嘅轟炸，各種新聞嘅巨大衝擊，以及最近新冠反彈，我之前就中咗招，不幸中之大幸，我今次就冇惹到其他屋企人。根據上次拍攝過程，同上年一樣，桃子同熊貓利嘅頭像會全程出場，並同樣分享會場大致嘅情況。好啦，我驚我講多咗，事不宜遲，Let's go！